来继续来看这件，这台北市政府是富邦金控的大股东，会当来推派到独立董事。照规定，独立董事除了一个月15万的薪水之外，其他所赚的拢要寄付予市政府，或者是公益团体。议员柯淑华讲，郭文泰任内有部分的独立董事所寄付的钱去向不明，严重怀疑倒手捐正手，就是搁把钱摕倒去家己的落地啊！议员洪建义是建议市长蒋万安把捐款的机制废掉，无就要指定捐倒来市政府任何一个口座。蒋万安讲，会请法务局甲财政局来研究。送你一杯饮料。台北市长蒋万安伫会这时笑笑话访问到瓜市府任内方推荐富邦的独立董事，但伊会馆的伫倒位不清楚，叫议员这期倒手捐正手。这个财政局不敢给我们资料，说是什么个人资料保护法，所以呢不公开。是不是透过所谓的回捐的机制，变成是所谓的洗钱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知识体大。郭文泰任内开始，台北市府推派到富邦的独立董事，为本地股息增加到90%，因除了逐个月超过15万的社利以外，这个钱必须捐予市府或者是公益团体，而且袂当甲家己有利益关系。议员柯淑华公布寄付冰雪单，发现2015年到2023年，每一位独党平均拢捐超过500万，不过捐予项说无够清楚，就这期是会捐予家己人。他没有在账面上看到，你也不知道啊。他这种隐藏在里面的，这个我想客观大家都不可能去查。没错嘛，就是这样嘛。议员这期关乎啥人的审查流程无解清楚，有利益闪避看方，独党捐钱嘛是连续2天将做质询的重点。法律面来讲，我觉得这个承诺书你很难用契约的概念去行使它，就是要求他强制去捐款。如果我不捐呢？所以不捐的话，那当然我们会对这个读懂，就是在政治上我们去做判断。真派要求独党回捐，不过要回捐去倒位，若是限制捐钱的数目，就当留在遐。议员爱蒋市府做出改善，要么废掉，要么把它改为指定台北市的任何一个账户，可以吗，市长？好，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就目前这样的运作机制。独立董事回捐的机制虽然意思真好，不过要如何去查，市府台个斟酌上过。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